欢迎收看台语一年长几啊个的时间，我是关一边。世间上有真侪无法度解释的代志，讲完来相信嘛，唔通铁起。一年长伫7月时啊，收集一寡故事，要来甲大家讲。讲这个故事，毋是要甲大家吓惊，也毋过这个故事是真正发生伫网友身躯边的代志。今仔日这个故事是网友希卡里桑提供的。希卡里桑伊是一个业务，这个故事发生伫上班的期间。唔知影各位观众朋友敢有拄过空间迷失的感觉？譬如讲，你今仔要行过一个门，还是要行过一座桥的时阵，行到另外一头，向后发现，这毋是我要来的所在啊！拄到这种状况的时阵，你会安怎做？以下就是希卡里桑的故事。希卡里桑有一天伫咧公司加班的时阵，加足晚，剩伊一个人，顶头一拍火，四界拢是暗暝暝的状况。伊感觉家己加足忝的时阵，身躯阁有一点仔汗水。拄好淡薄水干干完者。伊感觉有一点仔汗水的时阵，伊就想要去添一罐水来啉。伊顺势就甲伊的手顶的银手指甲揢起来，放伫个桌仔顶。了后，伊就起身添水来啉。这个时阵，希卡里桑伊就爬起来啊！伊的四界、伊的后壁拢是放物件的拄仔。伊要行的路线，就是讲，伊爱先正弯，了后直行，开始行到地水间。啊，伊咧行即个路线的时阵，伊目睭就一直看到迄个饮水机，直行。伊咧行的时阵，路顶无啥物变化。只是直行，伊一脚步要踏入去迄个地水间的时阵，代志就发生啊！伊行入去的时阵，感情本底是地水间，也毋过伊的空间向全部变成伊较早行过的走廊，向阿达玛内底有做者资讯开始送入去伊的阿达玛内底，踢入去伊的阿达玛内底。感觉头壳内底足侪物件，一时间嘛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伊就看到走廊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有小可看起来大颗的乌纸伞，面顶悬乌雾，看袂清楚。也毋过看会清楚的就是伊颔棍仔顶悬有一个金盘链，而且行路敢若是路漫的，慢慢啊为伊行过来。这个时阵，希卡里桑完全拢无想，伊就紧冲倒去伊的位顶悬，甲伊脚板起，就冲出公司，直接倒去厝。这就是今仔日台语一年长几啊个的时间。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几啊个时间。我是关一边，再会。